靠腰，那也无风啊。哦，这嘛是。哎我。啊！你是安怎要走啦？哎，小怎要着啊？啊我。好啦，都是我唔对啊！我无伊甲伊金嘛，嘛无伊甲伊厝啊，啊，甲伊回失礼用无？对不起。我不爱你搞我回失礼啦。无要安怎？佮警察甲我抓去啊？你莫搞我金啦！你讲啥物啊？是我甲你金的。啊，是安怎？你讲我？啊，我发迄个时阵，就规个人拢乱糟糟啊，所以才凊彩讲。这种代志甲因凊彩讲。啊，我到即摆嘛唔敢相信啦！你食饭遐大声，讲话讲点骂人，做代志头啊小小，尾啊冷冷，无洗身躯就倒伫咧眠床顶，啊乖乱大讲个大。伊根本就无想要介意款。好啊，莫搁讲啊啦！你甲我骗就煞，佮用来甲我侮辱，对啦。我知影陪你袂起，啊，毋过你免伫讲。明明就不是我介意的款，不过哦，煞会想你啊，逐工拢嘛是。哦。歹势啊，甲你交了。毋是啦，你搁讲一摆。歹势。毋是迄句，是迄句。哦，甲你交了啊。毋是啦。啊，无是倒一句啦。就是讲你介意我的迄句啊，我要确定你是毋是互人负心啊？我也是真正互人负心啊！我希望伊永远莫走。歹势！哦，喙齿。啊，你安怎无啦？搁一摆。礼拜暗时8点，拜六礼拜就伫公司台语台